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章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雅歌書第5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新郎暫離新婦憂，新婦稱讚新郎憂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。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們。今天讀雅歌書第5章。我妹子我新婦，我盡了我的園中，了我的沒藥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。我的朋友們請吃，我所親愛的請客，且多多的喝。我身睡餓，我心卻醒，這是我良人的聲音。他敲門說：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鴿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給我開門。因我的頭滿了露水，我的頭髮被夜露滴濕。我回答說：我脫了衣裳，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腳，怎能再玷污呢？我的良人從門孔裏伸進手來，我便因他動了心。我起來要給我良人開門。我的兩手滴下沒藥，我的指頭有沒藥汁滴在門閂上。我給我的良人開了門，我的良人卻已轉身走了。他說話的時候，我神不守舍。我尋找他，竟尋不見；我呼叫他，他卻不回答。城中巡邏看守的人遇見我，打了我，傷了我。看守城牆的人奪去我的披肩。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，我囑咐你們：若遇見我的良人，要告訴他，我因思愛成病。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，你的良人，比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？你的良人，比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？你就這樣囑咐我們。我的良人白，而且紅，超乎萬人之上。他的頭像至精的金子，他的頭髮厚密裡垂，黑如烏鴉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鴿子眼，用奶洗淨，安得合適。他的兩腮如香花畦，如香草台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滴下沒藥汁。他的兩手好像金管鑲嵌水蒼玉。他的身體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圍鑲嵌藍寶石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精金座上。他的形狀如利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樹。他的口極其甘甜，他全然可愛。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，這是我的良人，這是我的朋友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5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新郎暫離新婦憂，新婦稱讚新郎憂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新郎暫離新婦憂，新婦稱讚新郎憂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3章新婦尋找新郎，撬所羅門的迎親轎。第4章新郎稱讚美新婦，奪了我心，將愛撫。第5章新郎暫離新婦憂，新婦稱讚新郎憂。想一想，新郎為何暫離新婦呢？